嚟到呢一個中山區嘅中山堂，呢度發生咩事呢？盛事啊，喺咩度啊？好多滑板嘅人呢嚟呢度，有一個好大嘅盛事啊，就係 Red Bull 搞一個嘅滑板嘅類似比賽啊。係啦，咁我仔都係香港嘅機塔嚟嘅，咁所以佢都嚟邀請咗佢嚟呢邊一齊參加嘅，咁所以我都跟埋佢嚟啦，觀摩一下啦。因為實在太多人啦，入唔到去，暫時仲未入到去可以睇。咁啊，睇下一陣間有冇機會可以入去啦。大家好啊，嚟到呢一度非常之嘈啊，所以真係要揸住個咪。完全聽唔到講嘢，如果唔係就好多人啦，你哋可以睇下後面啦。個比賽台後面呢係好多人嘅，但係就係就嚟到呢邊呢，好感受到滑板有幾咁年輕啊！我自己都年輕咗嘅，係啊。一陣間睇下我仔肯唔肯俾我影下啦。我哋大家睇下佢幾叻，哇，好勁啊！狗狗都識踩板啦，非常之叻啊佢。跟家庭，我跟他也沒有去過小天地。可以，如果你們晚上去，我去找你。你的國語那麼好的？我在台灣長大。很爛的，我說的很爛。還好，巴西、美國，但是也沒有就是台灣的學生。係啊，而家喺度跟住班年青人喺度走嚟走去，但唔知喺度做乜，因為未開始啊，仍然係未開始。咁我仔啊撞到佢啲美國朋友啦。好多國家唔同國家嘅朋友都有嚟到嘅，咁啊台灣啦不缺㗎啦，咁好多年青人，大家可以睇下，人多到呢完全係埋唔到去睇嘅，係啊，好興奮啊佢哋，完全地係密不透風，埋唔到去㗎，係啊。大家可以睇下，係啦，非常之好睇嘅其實。大家可以呢睇下呢度現場嘅氣氛係非常之好啊！極多人係暫時未有機會可以買到去嘅，係啊，但係就非常之多板仔喺度啊，包括我個仔。緊一頂帽嘅係一個個都喺度追訪緊㗎啦，藍色帽係啦，係一個非常出名嘅機塔嚟嘅，係啦，今次係受 Red Bull 嘅邀請咧嚟嘅，咁啊好多人都爭相要同佢影相啦，係啦，都好難影到佢啊，因為太受歡迎啦佢。好啦，而家應該開始有嘢睇㗎啦。咁咧睇下我哋滑板界嘅盛事啊！每一年 Red Bull 咧都會贊助好多極限運動，包括滑板啦，有街舞啦，有 BMX 啦，好多嘅極限運動咧 Red Bull 都會贊助
去做一啲活動嘅，咁所以每一年咧都會有邀請世界各地唔同嘅 skater 喺某一啲城市去舉辦嘅，係啦，今年就會喺台灣啦，咁我就跟咗我仔落嚟嘅，咁啊好多 skater 喺度啦。好慢。来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场上戴着毛帽啊，戴着毛帽，不是卡着 block 啊。Everybody cheer for him, Corey Crawford! 好，现在啊，看到我们帽子反在高瘦瘦长长的这个，来 ，all the way from Canada, Ryan DeSantis!實在太多人啦，係好難影到裡面嘅賽事嘅，因為實在係太多高手啦，係國際上嘅高手嘅，每一年咧都會搞嘅呢啲比賽。係啦，有幸今次都係喺台灣啦，咁所以我仔就帶埋我嚟啦。咁啊講咗兩句之後，佢就閃咗啦，閃咗去玩啊，揾佢啲機嘅 band。睇下，大家可以睇下幾熱鬧，側邊全部都係人嚟嘅，非常之熱鬧嘅呢度係啊。咁啊，下次再見啦，因為可能都真係太多人，未必影到睇唔睇到啊？好犀利啊！歡呼聲非常犀利，係啊。咁啊，下次再見啦，因為而家都落雨啦，開始落大雨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睇完 Red Bull 啊，食晚飯啦！哇，好頸渴啊！一嚟到即刻冇咗半杯啊，嘢飲，豐富嘅晚餐。